日前微爛以侮辱罪控告日乜頻道，表示其究竟要嘅係公道定係熱度啦。呢個問題唔使佢答嘅，我嚟答需要選擇咩？我就兩個都要。我哋就做一首歌俾阿成啦，就係一首全英文嘅一首 rap。我哋就做一首歌俾阿成啦，就係一首全英文嘅一首 rap。你幫我寫首歌啦，我想攻擊我哋一位朋友，唔會咁樣啦，好嘛？當時係咪出咗首歌 diss 阿晶？呢個以我所知都唔係啊，嗰首歌直頭連寫歌嘅都唔係微辣入邊嘅人嚟嘅。微爛公司咧，由於2年前阿晶事件啦，導致到暫停運作，其背後金主咧早已經棄船，但唔知係唔忿氣定係借題發揮。由於日乜頻道咧經常報道一啲當地官員唔想俾群眾知道嘅問題，就有可能借題發揮，一句關你男事就判2年。其背後問題細思極恐，係想滅聲定係要掩蓋阿晶事件？堂堂文化局多次資助該公司開始時候確實以不小心嘅幽默獲好評，但係做大做強之後卻不以身作則，不遵守職場常識規矩，俾藝人關係胡亂發展，導致出現阿晶事件。事後更以歌曲指控同事，佢離開前留低千字文遺書，指控多年嚟一直遭受到微爛舊同事恐嚇及欺凌。網上瘋傳一首慶祝微爛10週年嘅英文歌，其中歌中有多句歌詞更加係句句疑似針對阿晶，令大批嘅網民都紛紛表示睇到好心寒。呢首微爛10週年嘅英文歌歌詞由卡某一手包辦，而成某則負責演唱。歌詞喺網上流出之後，隨即引嚟大批網民逐句分析歌詞內容。有唔少人指出，歌詞句句極度具有攻擊性，而此句句都針對阿晶。最值得留意嘅係呢一首10週年歌嘅歌詞中，單係 I am trap star 一句已經出現高達5次。翻查字典 ，trap star 一詞可以用作解釋為故意俾人搞大肚去索取贍養費嘅女人，令人不禁聯想起被逼墮胎嘅阿晶，可怕嘅經歷卻而被攞出嚟取笑，更而被形容做貪錢嘅女人。阿晶喺生前曾經喺社交平台多次提及，微爛成員正準備針對自己嘅歌曲同埋影片，令佢2年都喺陰影下活過嚟。但奈何阿晶人流唔夠，曝光唔夠，所以一直都只能硬食。今次10週年英文歌歌詞曝光，有網民都認為符合阿晶所提及嘅 diss 歌內容，更加表示歌詞內容帶毒，令人唔敢想象阿晶多年嚟需要獨自面對被欺凌嘅心情。就因為藝人關係混亂，無視職場常識規矩，該公司早就開始走下坡。現先盤點一下問題。渣聰同女同事發展男女關係，喺職場上係大忌，事情發展到去醫院流產。作為一個男人，連最基本責任都唔願意承擔，當時更加以醫院冷氣不足而離開。呢一點令到網友嘅憤怒就好似火山爆發咁，完全冇辦法控制。佢嘅創辦人兼好友綠毛此則發起喊行動，令阿晶以生命控訴，公司冇嚴肅處理好，更加帶同其他同事一齊進行喊行動，行為就十分低俗粗劣。如今更以侮辱罪控告日乜頻道，又一次行為幼稚，令到網友更對微爛公司產生反感。細思極恐下，官員是否應該解釋下？雖然贏一條口舌上嘅爭議，但係失嘅係成千上萬嘅民心，造成佢嘅反效果，值得咩？該公司文化已經爛到透底，負面新聞一堆堆，順路盤點一下。前有男女關係混亂嘅渣聰，後有黑社會兩姊妹，低俗扮喜劇嘅大口豪以奇裝異服出演。最讓人反感嘅一幕係過馬路伸背空調嘅一幕，其畫面低俗同埋對未成年有嚴重思想誤導。後有霍某以女嘉賓之色不斷打黃色擦邊球，配合蘇某瑜伽褲走天下，亦都有小貓愛偷食，搞到公司形象如同收容所，格式各路省港旗兵齊聚。文化局好應該正視問題，而唔係再度掩蓋同逃避。
咁樣只會引起更加多民眾嘅質疑聲音。雖然入乜頻道算唔上大網紅啦，但喺當地算成績唔錯。微爛公司佢嘅形象早已經插底，乖乖咁去炸薯條唔好咩？點解仲要賴喺互聯網？